係3A 班黃佩瑜嘅家長啦。咁咧，今日想分享下佩瑜咧，除咗每一日返學啦，咁我哋有正常科目嘅學習之外咧，其實佢最投入喺學校最開心嘅時光咧，就係學校帶俾佢好多多元課程嘅一啲安排。咁佢而家咧就3年班啦，咁其實由1年班開始咧，學校已經俾好多機會佢啦。例如1年班嘅時候已經有英詩嘅讀誦啦，咁2年班咧就好彩我哋入到幼童軍，咁佢玩得好開心啦。咁然後嚟到今年3年班啦，就參加咗好多短嘅英文話劇，咁令到佢可以得到舞台上啦，咁亦都可以其實有增進咗學習英文嘅機會咯。咁今年咧，佢仲參加咗小天使合唱團啦。咁喺合唱團嘅裏面咧，佢好 enjoy 成個過程啦，因為可以同一大班同學仔一齊合作啦，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。好多謝學校啦，提供咗咁多資源啦、安排啦，俾佩瑜可以參加到咁多唔同類型嘅課外活動啦、多元課程啦，咁令到佢可以有好多得着啊！好感恩我哋當初揀咗要讀呢一間小學。